根据内政部统计，到去年12月底，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20%，咱台湾正式进入超高龄社会。其中65岁以上的人口占比上悬是台北市，占24.18%，也乃上届计是新德县占15.08%。事实上，全世界有真侪国家拢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啊，包含这日本、德国、意大利拢是早期代表。也若讲到咱附近的这个南韩，也有新加坡呢。 目前也正在面对着这劳动力减少，也个抚养比增加等挑战。我够嘞。退休朋友斗阵碟耍桌顶的游戏，动脑也会使多时间。台北市大安区瓦郡真侪间大学3年有未少教职人员住伫遮，加上丰富的公司资源，劳动人比例定然是排前几名。 根据 WHO 定义，65岁以上老人人口占总人口比率达到7%时，叫做高龄化社会；达到14%时是高龄社会；那达到20%时是叫做超高龄社会。台大的教职员、师大的教职员，还有台电的退休人员都住在这边。我们65岁以上的长辈大概1650几位。因台北市艋舺区由开发早，加上青壮年人口选出较多，老人人数甲独居老人列册数也较悬。以成分率来讲，独居老人坐册大约20人。 本里造车的这个独居长者大概20位。那现在就是说，我们谈到准独居或者是他是真正独居的状况的话，那可能是要2倍或3倍以上，看看他有没有什么第一个送餐需求，第二个有没有就医的需求。 根据内政部统计，以全台县市别来看，65岁以上人口比率上悬的是台北市的24.18%，上届是新德县的15.08%。地下市部分，65岁以上的人口比率超过20%的地下市占一半。全球高雄市20.79%，台南市20.48%，新北市19.95%，台中市17.40%，桃园市是16.72%。 针对高龄化的社会，台北市将持续积极布建日照中心，还有关怀据点，尤其是在偏远的地区或是长者集中的区域。 也伫全球已经有侪国进入超高龄社会，亲像日本、德国、意大利这国家是早期代表。台湾也伫2005年正式进入。亚洲国家也有南韩甲新加坡，也拢面临劳动力减少、抚养的比率增加、医疗长期照护的需求急速上升，这共同挑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